是阿雄。嘿，参加有地位就是讲吼，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来，阮遮吼参加阮的比赛了，过5关拼奖金上济3万块，你砸上去啊3万块你砸上去啦！好，今来介绍咱今日的来宾是我这边先。哦，你这边好，先。阮立冬的来啊，阮台中有地位。哎呦，是安怎讲咧？台中。妈妈吼报名吼，已经自咱开播第一季的哦，吼，甲今嘛甲来。哎呀，200外组啦，无多啦。伊甲爸爸来袂歹啊。立冬啊啦，立冬啊，波当啦。嘿，波当诶，甲你问一下，啊，你是安那甲我老啊爸爸妈妈因熟悉？因为我家己本身嘛是台中人，台中人。啊，阮这今日到阮这苦假。幸福的一家伙啊，做伙要来挑战。啊，阮这调风啊，就是阮大学长。是。因为我是台中高工的，台中高工建筑制度科。是。我甲伊差23届。真的啊，我共科的。你起码是你家高，还是你家考哈？啊，那咱丽华小姐咧。丽华小姐。我丽华妈妈，啊，少年阿嬷，哦，我足欢喜，我会当来参加这个节目。哦，我来期待足久啊，看到我的偶像啦。帅哦。唔是啦，真的恭喜恭喜！嘿，来，囝甲介绍一下。什么大名？来，我叫做苦盖山啊，苦盖山。真欢喜当参加这个节目啊，公司真正是吼真好，啊，把这台语吼推广出去，嘿，对啦，谢谢，这是节目的功德啦。无唔对，来边仔咧是小弟也是哥哥。我是小弟，我叫顾盖川。盖山甲盖川，嘿啦，哦，山两个拢盖烟道啦，嘿啦，真正盖烟道。来，先欢迎阮这队桃园有灵风，咱的队长杨烈烈哥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嘿，你好。主持人好吼，啊，贵宾大家好。安尼好无？哦，咱大家拢自我介绍一下。安尼嘛好，对。台语安尼甲推广出去。OK， 来，大家好。我艺名叫分海，我是街头艺人。哦。我假日时啊，拢会去做街头的生意，拢会伫大溪遐画图。哦。等下我嘛有写一百，咱全家有智慧来送给咱制作单位。哦。因为咱制作单位有实来甲咱这个台语推广出去。我是足欢喜的。台语公司台语台7月初1开始开播，我唔捌一天无看的。嘛是咱的忠实的观众啊，台语是咱台湾的文化，一定要甲这个物件好好推广。你唔好像讲阮何党的林小姐讲，头家叫伊去摕一粒银仔要领钱，讲阮头家叫我去摕银仔，讲你是领钱摕银仔要创啊？银仔甲银仔，迄腔口就是无共。是无阮头家叫我去摕银仔，我你是无代志，甲恁头家有啥物暧昧？那是爱摕银仔。所以这台语一定要讲我清楚。对。迄腔口一定要讲我对。好，谢谢。你边仔咧？你介绍一下无？我爱牵手。是，水某的，那李青，李青你好。来，所来的听讲是党的吼，摕囡仔迄个嘛吼。摕党的来。台语游团足久远，笑归俗语，好游园。哎呦，台湾文化不可断，互咱子孙代代传。是故人。好，党的边仔咧。讲台语爱台湾。好，多谢你。谢谢。听讲咱有比赛表演啊，带咱这位这个中兴啊，讲伊要来现场来写艺术的，嘿。今嘛嘿，咱捧下个欢迎一下。来。你今日要讲为啥？我最爱咱这个节目的，所以我今仔甲你写专家有智慧。赞。来，这种颜料看起来敢若是迄个这海绵嘛。广告颜料啦，广告颜料。利用海绵落去。哎呦，因为你用海绵的时阵，你อุ่目的时阵有无？袂安尼规个啊。袂安尼规个。这是咧画图还是写字？图中应该是图中有写字。字中有图。所以阮这是用凉风、用花鸟，落去甲伊代替。我怪有做桃园有凉风啦。是。哇！这就是讲图中有画，画中有图。用咱吉祥的吉祥的一寡有无？
鸟风龙啊，你个搭配，迄色嘛真水，水的咧。哎，这毋是臭味的凊彩讲讲，这亲像有影，遮尔啊侪当20几当啊，你爱话，你知影迄个意思是啥？对对。哎呦，哇下去。来，咱听起来。哇！专家有智慧啊！老师讲要甲咱解说啦。简单的解说一下。这叫做喜出报喜，日出东风。如鱼得水，丹凤调阳。哎呦！双喜入门，心想事成。金玉满堂，花开富贵，互咱全家有地位的朋友大富大贵，好不好？厉害！对，即摆更较厉害，老师伫边仔等咱。对。咱即摆进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咱的国文老师林淑琪林老师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老师。人讲手靠有筋，人靠有心。讲台语，互咱心连心，伊的文化意义上介深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咱进来去咱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统计排行榜采用轮流回答的方式进行 ，A 家庭回答了，换 B 家庭回答，答出的题的排行榜前5名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2队每一条题目有2摆错误的机会。哦，来，2队规矩拢知影啦吼。好，来，咱手先放在另个顶边。好，来，上个请出题。请问，根据网络的调查，台湾人吼去庙会甲神明拜拜，上爱祈求的代志前5名是啥物呢？等下哦，阿妹讲，阿妹讲加清楚，免紧张，两边拢有听清楚啊哦。好，来，请手答。来。哦，你过来。合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大赚钱。伤济啊啦！哎，讲一项一遍讲一项咯。合家平安，合家平安，一定要甲讲一平安啦。是好，咱来看一下，合家平安有啊无？这一定爱啦。哎呦，是，恭喜哦，得到16分咯。是，这边应该嘛有拜拜吼，应该拢知影啦吼，什么因为？就是阮来这个节目的目的，就是3万块，阮咱求财啦。求财哦，求财嘛真好呢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求财。好，求财，互你大赚钱，有啊无？哎呦，恭喜哦！一定爱啦。得到14分咯。是，毋过吼，我甲你讲哦，咱求财，咱家己嘛爱拍拼啦。对啦。我想一个啊吼，来换这边。求公明。公明，好市啊，好调啦，事业较顺啊呢，事业甲公明无共款，爱选一个，公明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公明有啊无？求考运甲公明吼是第8名，伊敢若6分尔尔，嘿啦，是无唔对，好，来换这边。代表有地位。我咧求，因为我即马一个人，我求姻缘。你一个人，新闻都有啦。等下，你即马是要伫遮是要争女朋友啊？是啊。嘛是会当。不要紧，迄是随缘。随缘。所以讲，你讲求姻缘。好，咱来看一下求姻缘有啊无？恭喜吼，得到19分咯。换这边。求姻缘结婚了无一定会生，所以大家拢走求主。好，咱来看一下求主有啊无？哇，你个恁这边2条命赢了啊！求主有啦，但是伊是第7名啦。嘿啦，这拢差不多拢拜观音，头拄讲的梁山寺嘛会使拜，哎呀，可惜。不要紧，免烦恼，吼，咱搁后一个哦，吼，来换这边机会来啊，紧的哦。丽华姐啊，丽华妈妈来。丽华妈妈讲爱求事业。好，事业，咱来看一下事业有啊无？求生理爱好啦，嘿，恭喜得到13分咯。是，嘿，13分刷落去了，搁有一个哦。搁会使换你哟。就是
人缘有人缘啦，啊，像咱做艺人的人缘叫做桃花啦，算是桃花啦。啊，互人看了咱会介意。假树风安尼有无？吼，类似那种有人缘。迄种。对，应该是算桃花吧，还是人？我咧想，这应该算是人缘对啦。人缘吼，好，确定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求人缘有啊无？哇，无，我紧恁有一条。够一条，我想一个哦。我想一个，佫会当求啥？我求你，互我答案好无？啊，国泰民安呐。哦，大好就对啦，大同。哎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的这意思安尼。好，咱来看者，国泰民安有啊无？做歹药的咧。其实国泰民安，拄仔应该差不多有讲过啊，吼，拢包括伫内底啊。对啦。是，咱来看者，到底是啥话好无？来看者。求好运啦，对无？好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是台中有智慧46分。哦，赞。来，咱桃园有两分16分。其实我感觉两队先败吼，今嘛只是拄啊开始尔。暖身。正港要来啊啦！正港要来啊！要来啊！正港要来啊！好，来，咱来看后一个题目是啥哈？来，手扛一个。请问，根据网络温度计调查，咱过年时阵吼上爱用的、上爱买伴手前5名是啥物咧？哦，过年哦。即嘛吼两边拢有迄落啊夫人节，应该拢会知影哦。伴手礼哦，前5名。对啦。好，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喂，这边。水果。哎，是我过年哦。过年哦。哎，是过年哦。烟肠，你迄是回家探亲吧？腊肠哦，你讲烟肠迄先回娘家啦。哦，迄回娘家。水果哦，水果稳，系啊。水果稳的哦，过年去人兜拜水果好啊。水果。好，确定。来，咱来看者水果有啊无？哎呦，加子啦！恭喜哦，得到28分哦。好，来咱同的。火腿。蛤蟆。蛤蟆火腿会有呢，是火腿吼，烟肠啊，肉迄类的。好，咱来看一个肉类的礼盒，像像烟肠、鸭手、上黑有啊无？恭喜哦，得到9分哦。系啦，以前的人哦，有啦，分数拢达有啊哈。以前的人肉食较少，所以过年的时阵，趁这机会送一只肉去人兜。哦，以前哦，要送鸭手啊，我宜兰人嘛，要送鸭手的足珍贵的呢。对啊。是肉类的拢足珍贵。我会记蛤蟆嘛是哦足贵的，人拢送迄进口的。嘿，好来，换这边台中有智慧。过年爱送的伴手礼一定爱有茶。茶米有啊无？哇！歹势哦，茶米无甲前5名哦，嘿，应该是有，但是伫后壁。嘿，搁伤者不要紧，来，汤的。酒类的啦。哎呦！哦，你的哥厉害，你的哥一定。性格，有影，是，一定爱。你知影迄啊酒摕去人的厝的，哦，迄主人看到偌好咧。食春酒啊，春酒安尼来啦，酒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酒有啊无？哇！歹势吼，这酒吼是第9名，啊有前5名啦，差一输啦，无紧。拢会当送，但是咱来送前5名，好，不要紧，搁想者来这边。糖啊啦，食甜甜好过年。嘿，过年拢爱礼盒的，我糖啊礼盒啦，糖啊饼咧，而且囡仔看到嘛欢喜。对啦，糖啊。好，咱来看者糖啊有啊无？嘿，不要紧，来，咱看这边汤。乌鱼子，海产类的，啊，拄啊肉类，即嘛海产类的，是乌鱼子。乌鱼子。好，咱来看者乌鱼子有啊无？耶！海产类的啦，是。唔管是迄个乌鱼子啦，即嘛有人咧送迄个干贝礼盒，对，有人咧送迄个帝王海德，嘿，对。是，嘿，拢有人送。恭喜哦，得到28分咯。分数扭起来啊啦，是毋是？嘿，因为这边2条命了用完啊。系啊，若够有机会，
补品你就在迄哎，什么？补品啊个补，品啊，嘿，补品这有哦，嘿，这个这个替人生铁金啦，铁金啦，哦，人松甲钙啦，大补丸啦，对啊，玄金啊，人松讲出来就惊死人，惊死人嘛是。我是认为头拄伊讲的迄个什么用啉的迄种，可能铁金嘿啊，铁金啦，补迄个呀，较时间啦，对对嘿，啊，咱要讲鸡精啊，嘿，鸡精什么？补品啊，补品啊，补品类啊，好，咱来看者，补品类啊，有啊无？恭喜哦，咱即马得到14分咯。哎，会使搁继续上紧的，上尾一项较歹。来，海酸吗？海酸吗？我头拄啊提拄醒则是活跳跳，这是死翘翘啊！台语就遮注意，活跳跳对死翘跳跳翘。啊，你鱼翅海酸一定是死翘翘的，活跳跳你唔敢食。鱼翅海松，海参嘛，好，来，咱来大料的，大料啦，大料的吼，好，咱来看一个鱼翅海参大料的有啊无？恭喜哦，得到9分咯。好，来，咱看这分数。是台中有智慧74分，啊，咱的汤呢？桃园有两方76分。白白啊，白白，哈，不要紧，咱进来去咱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，抢答定高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。拢总进行5条题目。好，来，咱即嘛妈妈嘛哈，哎，丽婷妈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会紧张无？嘿，看电视敢若较简单吼。咧厝诶看甲现场徛在遮无共。我全无共。啊，若阮这边吼，阮山诶吼，拄啊伫遐干部啊讲，真正有影无简单。你看电视看起来，哎，我拢会晓摇，啊，毋过来到遮，哎，咱拢空诶，紧张紧张了，拍头拢空袂紧张。啊，毋过吼，咱这要做久，做久，嘿，做久。你知影意思啊？哦，弄两边我知影意思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即马先写出题。好，来上诶。咱的题目就是8岁。8岁，好，两位会用8岁安那来做句，请手答。是8岁的，来，妈妈来。诶，咱的豆子啊，丢啊。哎，用台语都会用台语嘿。诶，做8岁的有无？人甲人共款，8岁咱头就会定落来。哦，8岁咱头就定对，啊，你若无8岁，伊就是头会去压，就大嘛。对，好，8岁的。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安尼讲的意思敢会当？会使，哎，会当，用其他哦，用其他来8岁就对啊啦。咱先看分数。哎，恭喜哦，这边得了20分咯。来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释一下，什么话叫做8岁？8岁的丢啊，哈，咱的8岁就是讲咱的丢啊，哈，成熟的时候它结实累累，迄叫做啥？规拍这个叫做丢水，叫做8岁。所以咱有一句话讲，8岁的丢啊，头累累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对啦。嘿，不要紧，咱搁有后一个吼。好，来，咱换人。穿呢，平常时妈妈看阮的节目，你嘛有同齐看？是，你会感觉足简单的无？还可以。还可以，啊，你伫厝的拢甲爸爸妈妈拢是讲国语。讲台语。是啊，定你厝的吼，甲爸爸妈妈讲台语是真好。真正吼。好来，哎呦，咱笑的。是，啊有看过阮节目？有。是啊有介意无？真介意。是，我嘛希望讲你转去通甲恁朋友讲，啊看阮的节目，嘛通学话，啊嘛通学写字。是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上位。咱的啊，袂，两个足精细，免紧张，爱听讲我请手答，咱来拿起啊哈，来上位请出题。咱的题目就是聊落去。哦，啊袂哦，啊袂讲请手答。嘿，恁感觉聊落去是啥话咧？嘿，你感觉聊落去是什么意思咧？好，咱该做句，好，来请手答。好来，快点。算了。阮若有参加比赛，就爱认真聊落去，去拍拼。
哦，咱来参加比赛，咱来认真聊落去，拍拼，是，吼，你的意思是安尼，确定哦？好，咱来问老师，安尼会当无？聊落去到底是爱安怎做句咧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转啦。阮若有参加比赛，就爱认真聊落去，去拍拼。哦，咱来参加比赛，咱来认真聊落去，拍拼，是，吼，你的意思是安尼，确定哦？好，咱来问老师，安尼会当无？小可怪怪啦，唔可以当较准算对啦。是，哦，无要紧啦，老师互恁过，终于得到40分咯。嘿，了解，咱来听老师讲，这40分是安那来吼？老师聊落去的意思是啥咧？聊落去讲，比如讲这件代志，我明明知影讲真危险，还是真严重，我嘛是安那，嘛是甲聊落去，我还是涉入其中，深入其中。好，安尼意思拢知影哈。好，来，谢谢，换啦。丽华妈妈哦，嘿，拢定定看咱的节目，看遮侪集吧。是啊。啊，都看恁两个后生表现安怎？哎，袂歹，袂歹哦。袂歹吼，是啊，伫厝的家己有会参详无？会参详无？互相讨论啦，袂歹，会互相讨论吼。其实我是3个后生，拢袂歹，哦，互相嘿求进步啦，拢互相求进步嘛，甲恁讲台语就对啊。对。哎，后生就是无应该张立东无应该来，第3个就会使来啊。那个好你家在，毋是张立东啦。讲生笑的哈。好来，安妮去。这边都袂使笑啊。袂，我甲你讲哦，啊，罗啊，烈哥吼，我以前做秀的时阵吼，阮查某囡仔，阮有4个舞蹈嘛。哦。吼，若看到伊上台时，阮爱开始换衫。大家唔好想我是换衫，是因为阮的迄落啊，阮的头家看伊来这边换衫。无，阮头家是蓝心湄，阮就开始。伊煞就换阮，所以讲来开始换衫。你知影一暝换衫啊，一暝听伊唱歌是一种享受。啊，若看到伊吼，阮4个查某囡仔拢，还是杨大哥好，拢会微微啊笑，上缘投的歌声好啊哦，啊体格赞，体格赞，面膜水，这侪年来嘛是安尼咧，真正。哎呦，是。哇！你哥哥，你以前就开始迄落啊讲台语吗？对啊。嘛是，你厝差不多讲台语，日语真好，是，嘛拢讲台语的。对。是啊，阮节目你看过无？有哦。是哦。好，甲你感谢呢。没有，这真正都爱感谢你啦。哦，有这个舞台吼，会当个台语安尼是吼，真完全，哦，啊，真周全安尼先甲传达出。谢谢。感恩。等于赶快搞到宣传哈。是啊。好，来，今嘛开始要抬哦。哦。请出题。先卖题哦，哈，来。咱的题目是欠长内度。是欠长内度，恁的感觉意思是安那？请做句。请做句，你已经讲请啦。啊，不过唱答无共啊。唱答吗？爱听我讲哦，听我讲，请唱答，咱等下唱哦，哈。好，欠长内度，请唱答。厉害哦！一厝有练呢，有练了。你有做一个天练了。好来。其实咱第一季迄个圆的台啊，已经拍袂出去啊，伊都先去找。好，妈妈来。嘿，阿嬷吼，安尼欠长内度吼，唔甘食吼，啊，拢是要欠无孙啦，要欠无孙食好营养。哦。讲了真好。敢若真对哦。老师安尼讲的意思对无？完全正确。好来，咱分数一个瓜加是啊，终于得到60分咯。咱听老师来解说一下。欠长内度就是省吃俭用嘛，啊，有的人是欠长内度要栽培囡仔嘛，啊，有的人可能欠长内度是为着要买一间厝嘛。是好，谢谢你，来我啦。这题80分，好，同的咱来加油。加油。是安那扭起来就是哦，拢扭起来哦，差不多啊。是拄爱意思，恁拢知影吼。好，那我先解先礼后边，先礼后边啦，对。是偌准你两个要创啥？原来是安尼哦。对啦，不过我来讲，
你商场的是无人要插座，嘿，嘛是安尼哦，这党的绝对知影的。是，党的真有礼貌，是先礼后兵啊。好，来上个车子第一。咱的题目就是下文。下文，恁感觉下文的意思是啥货咧？来，请就答。哎呦，来，等下。这个妹妹下文真好，所以创作真好的人言。哦，下文真好，创作真好的人言。老师，安尼意思对无？安尼无啥对好。啥对？好，不要紧，爸爸，机会来啊。下文是。我吃过，我不，你感觉意思是啥？对，就是遐句下文，因为加咱加调嘛。是下文。下文。我先做下文再换你。哦，你先做下文再换你。哎呦，袂歹哦。敢有可能哦？老师，安尼意思是？歹势嘛唔对。不要紧，老师就知影。老师这意思是啥货？下文。下文大家较唔捌听过，啊，毋过若讲下背，恁可能就知影。也是讲下言呢，恁就知影。什么原背、后背，是。啊，伊的相对在咱顶言的顶背、顶言呢，啊，恁就知影。是。啊，咱看咱即摆下言的有无，拢较有家己的想法，较有家己的创意，啊，而且较甘开钱，四界拍拍走，四界去旅游，有无？哦，完背。哦，就是完背意思啦，下文就是细细啦，下一辈啦，是后一辈啦，安尼啦。哎呦，就安尼啦，80分就无安尼，不要紧，两边拢无公平。好，来换人。哎呀，好啊，即马大家恁两个用英文讲话啊。How do you do? How do you do? Long time no see. 桃园的龙潭嘛，龙潭。我精通3国语言，台湾国语我拢会晓。哦，台语、国语、台湾国语我拢会晓。台语无啥晓，再排最后一个。哦，哎，真的吗？你知影这题100无？啊，阮头前抢分呢。哦，已经拢抢了。哦。对我就是无信心，再甲我排最后。所以伊嘛知你是最棒的对吧？好，来，咱下次题。咱的题目就是马尾，嘿，马尾，恁感觉马尾的意思是啥咧？请手答。哦，来，英哥哥。今仔来甲咱公司台语台啊，看美秀安尼甲马尾啊笑啊，我起码只拢意的是。马尾老师意思是安尼吗？哦，恭喜哦，对。是，啊，意思是啥物货咧？哦，马尾啊笑就是微笑，啊，比如。拄则咱迄个美秀姐讲快点，咱列歌有无？啊，当然啦，都会微笑，啊，就是马尾啊笑。咱世界有100足有名的话，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，哎嘛是安那，嘛是安尼马尾啊笑。对啊，马尾啊笑。啊，这马尾哦，比如讲咱若食物件，即摆人注重啊啦，伊个健康嘛，唔敢食伤甜嘛，就讲安那。马尾啊甜就好啊，迄饮料我们马尾啊甜啊，微甜的，小块，微甜的，啊，咱甲淡薄有共无？哈，淡薄差不多，啊，是讲唔敢食伤咸，讲啦，马尾啊咸就好。哦，马尾啊，哎，听起来足好听吼。马尾啊，其实就是一珠珠安尼就好啊，淡薄啊安尼就好啊。马尾啊输去啊。对，因为咱即摆要甲分数加起，恭喜得到100分咯。白当伊给我看，我作弊的，谢谢。哎，了不要紧。好，来，谢谢，咱来看一下马尾啊分数啦。来，咱看这里，台中的，即嘛是174分。啊，咱同个咧，同个是196分。就是赢伫个咱这马尾啊啦，马尾啊笑，是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即马进来去咱。全家抽奖金。
全家抽奖金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家庭内底派一个人回答，答案正确就会当得到对应的奖金。回答错误，另外一个家庭就有机会甲这条题目的奖金抽去咯。奖金上悬的家庭，就是本集的胜利者，会使进入最后一回合。恭喜杨烈大哥，嘿，杨烈大哥，咱这题吼有5个题目呢，哦，是啊钱介济，加起来若拢着就3万咯。是，哦，嘿，3万哦，啊嘛表示讲这关无遐尼简单过哦。逐关拢无讲介好过啦，不要紧，不过有当时啊题目就较简单一点啊，是，不要紧，咱先看题目好不好？好，咱来看一下题目是啥？倒2000，价4000，车6000，火8000，红1万。是有5题，啊，你即马要伫倒位开始甲开落去咧？会使参详的，会使参详的。是，即题咱拢会当大方参详，啊，当下你就甲爸爸妈妈因开讲，杨大哥开讲，是，六上你决定，算1万，1万哦，水贵，哎呦，水贵，好，咱来看一下，1万的题目是啥？请问，厝内底若是有人往生去，爱伫厝边隔壁的门骹口搭红纸，啊是安怎爱搭红纸咧 ？A 是要指引亡灵 ，B 是方便着找着丧家 ，C 是代表是好朋友。你有40秒的时间，这咱行迄落啊，开始迄落啊讨论。这两三 A、B、C 倒一个？是指引亡灵。啊，你有搭红，那毋则袂去扣。嘿，也是讲方便找着商家。方便。确定啊？确定哦。确定。哇！啊，答案是 A、B、C 倒一个？B。方便找着商家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方便找着商家，对唔对？到底为什么有人往生去，厝边门口爱搭红纸咧？确定哦。确定。哇！啊，答案是 A、B、C 倒一个？B。方便找着商家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方便找着商家，对唔对？恭喜哦，第2集1万块咯！哎呦，头一人压起要用哎呦，7万块安尼甲摕着安尼，是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甲咱解释。老师。即摆咱已经真少看到讲即种搭红纸啦，吼。啊，因为以前啊，若无像咱即摆有手机啊啦，也是讲会当 Google 遮利便嘛，吼。啊，以前交通无利便吼，啊，所以迄个通讯嘛无遐利便。啊，今日啊，要去咱的亲戚朋友要去甲人念香的时阵吼，会找唔到去嘛，吼。所以就安那带厝边隔壁拢甲搭红纸，啊，画家己的厝的门口会搭迄白色的，吼，啊，写一个啥？写一个言字。也是辞字，原来是迄个查甫的，吼是表示讲老爸足严格嘛，所以是言字。啊，若是你的老母是很慈祥的慈字，安尼。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嘿。起码这种类吼，少年人拢较唔知影，是。伫阮庄卡嘛是共款有这个咧。安尼我会使落去啊吼。哎呀，无，哎呦，哪有简单1万甲阮摕去，啊，其他就无要插有，哪有可能？你阁有4题哦。你若是拢对就拢摕去啊。我想到4题，心中就要定去。我想讲他拄来，你拄好有足稳的咧。像阮姐啊，讲你安尼文啊会足在。对啊，不要紧，咱阁甲拼落去，阁有4题，来选一题。来。队长决定。哎呦，我老表有钱了。哦，好啦，较紧的。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6000的题目是啥？请问日本时代的车匠原本吼是以男性为主，是啥物原因才开始改做女性呢 ？A. 查甫车匠爱甲人食豆腐 ；B.
迄个城遐个查甫人来坐车，C 是对日本学的。你有40秒的时间，是讲城，还是讲日本学的？嘿，还是讲查甫的车长爱甲人会甲人食豆腐讲啦。卡来手来，嘿。是。来，恁知影甲恁队长讨论一下。嘿啊，甲恁队长伫遮啦。哥哥，遮嘿。诶。因为查甫共美国想啊。哎呦，干妹啊！啊，咧提票手加咁啊共摸啊共开。哎呦，啊队长你感觉咧？我感觉应该是袂，尤其是伫车顶。是。哦，你做车长，因为是日本时代。车长，迄是拢要经过训练，经过有迄个资格才有能做车长。是啊。哦，啊所以应该无会阮品行啦。哦。对，讲咧有。啊，你感觉是啥咧？我感觉是。B 还是 C？ C。对日本学的。哎呦。哦。不可能哦。所以恁确定了吗？确定。是。确定啊？确定。好。答案是 C 哦。好，好来，咱看者对日本学的对唔对？哇，唔对。了解，了解，咱若请机会赶试者。好来，大家了尾仔囝，地王妈妈来讨论者哦。安怎？咱剩 A 甲 B 啊？嘿50%的机会。我感觉食豆腐敢有可能？食豆腐哦。哎呦，食豆腐。食豆腐。 A 啦 ，A 啦。确定哦。确定啦。好，咱来看一个 A， 查甫车长爱甲人食豆腐，对唔对？恭喜哦！来分数，你得8000咯！哎呦，6000，啊，歹势咩？是来，恭喜啊，得6000咯！伫1920年的8月，的报纸有报道啥呢？伫咱迄个大稻埕甲咱的艋舺，吼，伫走这两只这个公车吼，有这查甫车长，就咱拄则讲的会讲安那。讲食豆腐啦，还是讲迄个，若看到迄组囡仔较水的，甚至车钱要甲收呢。所以吼，民众就去投啊，去投诉啊，吼，去投诉了吼，因怎啊那呢？吼，迄个报纸特别刊这个消息，吼，特别提醒咱坐车的民众。所以1922年的时阵，咱这台北的这个自动车会社，因就安那发出一篇公告讲。啊，这你看，设这车长，你看这弊端遮济，就弊端这么多，哦，所以因就安那后来改做讲，你爱设一个票亭，你先买票，啊上车他把这票交予车长，啊到1928年的时阵，因就开始招啥车长小姐，就我用，就是试看讲做囡仔有法度无，后来发现讲，做囡仔真有耐心啊，做甲真好啊，所以到1930年。规期全部拢请车长小姐，啊，就拢无车长先生啊。了解咯。好，了解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起码哦了解这个意思啊哈。好来，你哥哥免惊，咱阁有万事哦。嘿，来看这3题，要阁选一题无？2000、4000、8000啊。嘿，来一题啊。即摆血压对你加起来。别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会你倒啊？嘿，会啦，会哈，好，来一个会，好不？好，咱来看一下会8000的题目是啥？请问台湾吼有足侪趣味的地号名，中华有一个所在号做火烧厝，这个地名是安怎来的 ？A， 迄个所在捌发生大火 ；B， 对原住民的话改来 ；C 是新鲜托邦所改名的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哎呦，我毋捌听过这个地号名。火烧厝哦。我敢若捌听过。哟，火烧厝。对啊，敢若遐火烧厝过，然后开始个叫火烧厝吧。安怎？你哥哥。时间要到。嘿，对啊。时间要到。先脱网。A、B、C 哦。种循环，还是先生脱网。哦，啊，这题真正有难。等下哦，来。要多一个。多一个。A、B、C。新鲜哟。事先脱网哦。哎呦。哦。确定哦，吼。好，咱来看一下新鲜脱网改名，对唔对？分数先加一个，是恭喜啊！得到8000咯。这个地方名吼，其实足有意思的吼。这是传说讲伫咱迄个
光绪的时阵，光绪。好，光绪的时阵吼，迄个这个火烧厝迄所在吼，带啥3户客家人客人，吼，按对来对咱的这个广东的潮州的太埔大埔，哦，含迄个鸟坪、饶坪迄搭遐来的，按着用啥大埔含饶坪的第一字，所以叫大饶，啊大饶，啊甲加咱的这个厝太硬。初，嘿，太硬初，嘿，太硬初，哈，啊，到光绪20年，就是咱的西元1894年的时，有一个带伫二林遐的叫做洪仙查的一个人吼，啊，伊啊生活足艰苦的，足失志的。有一天伊梦到啥？神仙甲伊讲吼，啊，你若要好嘢哦，若要好嘢，你得甲你的厝吼，甲烧掉，吼，所以伊醒开了，真正甲伊的厝吼，用火甲放火甲烧掉，我。厝小小煞无地大，啊无地大啦，伊就生活甲愈艰苦，四界弄榴莲。啊有一天行到对呢，行到咱这太硬厝这所在，大饶厝这所在，向下发现啥？啊这个大含火啊未做成，是啊饶含烧未做成。哎，向想讲，哎新鲜讲的吼，敢毋是叫我甲厝烧掉，是叫我来这个所在，爱怎带遮带落来，后来真发展。啊，这消息就传开了，因怎甲这地名甲改做火烧厝，大窑厝改做火烧厝。哎呦！哎，有当听起来敢若亲像误打误撞迄种感觉，是不是？结果家己厝烧了咧，误打误撞。是吼，有影真正的。新鲜。忽然间新鲜甲伊发梦啊！灵机一动啊咧嘿。是，来咱搁看者新鲜甲伊搁发梦，互你有肉有地，嘿，2400的。价好啦，价好，4000哦。咱来看者4000的题目是啥？请问，伫传统的风俗内底，查某人若想要嫁好翁，会伫咧咱的元宵暝做啥物代志 ？A. 去菜园偷挽葱 ；B. 压瓜丁 ；C. 写令果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哦，这应该无困难吧？敢若有这个迄落啊吼。嘿，定定听到啊嘿。是。哦。哎，有这个话啦。偷挽葱，啊，你才嫁好翁。哦。都哦。哎。这应该拢有听过吼，偷挽葱嫁好翁。好啊，决定啊。决定哦。答案是 A。好，咱来看者，去菜园偷挽葱，对唔对？加入去，容易又得到4000咯。来，咱来听老师哪个？偷挽葱，这葱是毋是翁的韵？对。啊，嫁好翁嘛是翁的韵，爱得出迄个亥音，就是蛙音啦，哈。啊，偷挽菜爱的韵，啊，迄个嫁好菜。领赛的赛有无？嘛是爱的韵，所以其实是扣这个韵啊，出这个亥音。啊嘛，迄个就是讲以前咱。迄个古早这农业时代有无？查某人伊的啥，伊也袂当家己自由恋爱，无法度选择家己介意的这个对象，所以就透过安尼一个仪式，吼，啊，互伊会当啦，迄个望讲会当叫后摆嫁一个好啊，有好姻缘。啊，我相信这嘛是全迄个天下所有的父母共同的一个愿望啦，吼。啊，即嘛已经进入这个工商社会啊，啊，这种风俗就渐渐啊，就无去啊。是，剩2000哦。来一个哦，吼！好，咱来看2000的题目是啥？请问台湾的板岛文化足时行的，啊吼，有一个所在是总铺西二乡，每5户内底都有1户是咧做板岛的工课，是倒一个所在咧 ？A. 嘉义的水上 ，B. 高雄的内门 ，C. 台南的麻豆。你有40秒时间。B. 内门。是唔是？哎呦，全部行起来！过来啊！前面过来支持啊！确定啊？确定。确定啊？确定。内门总铺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，高雄内门对唔对？有屁哦！我得到2000咯！好，来，咱看一下分数，好不好？是，咱这台中有智慧6000块。哎，嘛是真好嘞吼！好，来这边汤圆有2封，24000块。好，咱即马今日来去咱的一日达千金。
达千金，全家5个人合作写5个字，一个字正确就会当得到1/5的奖金，5个字拢写正确就会当得到全部的奖金哦。好，是你达千金。合作领现金。哦，咱今日现金偌济？哦，大家报告24000块。24000块，听起来真济咧，啊，那一字呢？换起来了，一个字就是价值4800块咯。哎呦，对，就一字4800块啊！嘿啊，唔是千金尔尔哦是是是，啊，不过咱字吼，真正爱写正确。嘿，吼，咱因为咱在写的嘛吼，啊，因为咱大家囡仔咧看，啊，咱一点一撇真欢。啊，若拢唔对，啊，咱就4800就不一样。考起来哦，吼，啊加油哦，啊加油哦。好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咱今仔日的2队呢，拢拄啊好有一对翁仔某，所以咱就来出一条翁某若共心，乌土变成金。啊，就请咱桃园的龙凤队吼写。翁某若共心这5字是，好来，翁某若共心，恁有4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开始。嘿，来，这边先啊吼，翁某若共心，啊写清楚哦。啊写较大字的吼，因为这镜头要翕的。翁某若对，迄心心，那敢若，我形容。会使 Google 无？袂使啊，Google 咧，系啊。无嘛，透一下，透一下。来，先看对哦。先白色的向外口嘿。嘿，白色向外口。好，时间到。好，咱一字来哦。安尼掀过来哦。好，来，第一字翁，第2字某，第3字那，第4字共。第5字心是翁某若共心。好，老师，安尼写敢对？汤圆有凉风，敢会使顺利摕走奖金呢？正开应该安尼写哈。好，老师要笑咱看啊吼。来，翁先写哈，某，某，那，哎呦，拿掉。共唔对去啊吼。共是这字哦吼。是，所以爱注意是这翁。老师，那是这个翁，咱的字有分啦，这个。那是要写伫倒一个方面呢？那是讲迄个翁仔票的翁吼，它是那一个，比如讲翁仔面有无？还是一个。你咧算的迄个囡仔面就是这个翁就对啦。是这个。啊，那是迄个这款翁是用富翁的翁。所以，那是姓翁的人，就是迄字把它做翁就对了。对。是。啊，那这字咧共咧。共吼，咱是用这字。是还是共？啊，你迄个用迄同，咱就叫同无共，同甲共是无共的。就这迄个变有哦，什么同好，迄个同的用迄个字字写对吧？还是同。啊，2个字扣起来了，咱即嘛14400块。好，14400块，咱即嘛进来去颁奖。恭喜哦！来，恭喜你哥哥！来，哇，14400块，耶！现金无嘿！恭喜，厉害！爱搁甲阮继续收看哦。爱当过来无？欢迎你甲亲戚朋友讲，若想要报名参加，来不要紧，阮会配一个队长互你。对。嘿，队长就像阮吼，你个安尼遮尔啊优秀的，嘿，新兵拢会甲支持。啊，对啊，你看，嘿啊。是毋是？啊，来玩咱这边，我甲你讲，我欢迎恁过来。嘿，我这个单位拢欢迎恁过来。是，即马来咱是探一下水温尔，后一撮来歹势吼，都无得客气啊！嘿，要3万块，就安尼甲你摕转去哦，歹势。好，啊，希望恁过来，欢迎。好，来谢谢咱的老师。是，咱今日上辛苦就在林淑琪林老师，谢谢。好，专家有智慧。大家 QQ 吃饱哩。再会。再见。谢谢。谢谢。
谢谢好档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